話說有一啲時間冇更新台阿爾法羅密歐嘅情況啦，趁今日車唔多，嗱臨更新一下先。大家估唔估到 Master 葉同華哥今日要搞啲咩呢？小孩子還猜？冇錯，就係裝引擎。抬引擎之前，再緊一下啲螺絲先。一切準備就緒，吊引擎。吊引擎一定要緩慢，急唔得，而且仲要平穩，保持引擎嘅水平狀態。然後仲要微調吊機位置，俾鋼體嘅固定孔位對準車架上嘅軌躉膠安裝座，再插定維銷嚟固定引擎位置，防止移位。裝完引擎 ，Master 葉話唔可以放過個波箱 ，OT 都要裝埋佢。引擎同波箱都裝完 ，Master 葉同華哥話聽日就裝埋儀表台，再試着車。我哋一齊期待下後續啦！